大家好，好，再次好，就是要改变。好，我的节目开始。嘿呀哦嗨呀，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哦哦嗨呀，哦咿呀。哎呀，那咿哟因，哎呀，哎哟哈哦嗨呀，哦咿呀嘿嘿，哎呀，哎哟嗨呀，那咿哟因，哎呀，哎哟哈哦嗨呀，哎呀。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哦哦嗨呀，哦咿呀嘿嘿，哎呀哎哟嗨呀，那咿哟因，哎呀哎哟哈哦嗨呀，哦咿呀嘿嘿，哎呀哎哟嗨呀那。哦嗨呀，嘿呀，哎呦哈哦嗨呀。我有写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是因为这一年我就回去就跟那个老人家聊天嘛，聊一聊说，像每个部落它都有迁移史，说我们是从哪一个部落迁过来的，然后就是问老人家说，那我的部落的迁移史是怎么样？然后讲一讲的时候，那个阿公会他就突然想说，我告诉你，以前我们阿美族是非常富足的一个民族，我想应该所有的原住民都是这样。然后我说为什么很富有呢？他就说以前呢、我们只要去，如果以前前面就是海，我们只要去海边抓鱼，然后后面是山，那我们就只要就是去后面狩猎，然后或者是在那个田地那边采野菜就好了，我们就吃饱了。然后我们种一些我们要用的东西，我们就吃饱了。可是后来呢，那个生活被强迫改变，然后就不得不就是改变成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然后从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开始变得非常的贫穷，就只能去当别人的苦，就是那个时候就只能去当别人的苦力，然后生活就没有，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变得就是像以前一样的富有。所以那个其实老人家就是会很感叹说，什么时候我们那个小孩子啊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土地上的小孩子，然后可以回到那个年代，就是非常有自信的，然后自在的活在这块土地上面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。